大家好，多謝入嚟睇我呢個慳錢方程式頻道。今個星期呢 CVS 有好多嘅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其他護髮產品嘅優惠喎，喺40蚊呢可以減10蚊，快啲跟我一齊入去睇下。哇！啲洗頭水、護髮素真係有好多優惠喎，嗰啲買一第二支仲半價添。咦，真係喎，買40蚊可以減10蚊添。所有嘅折扣優惠再加埋稅，只係俾5個3毫3，總共呢68個6毫8，再減埋啲優惠券啦，同埋上次23蚊嘅 extra 筆，睇下最後幾多錢先。哇！最後5蚊3個3咋，淨係俾。犀利啊，慳咗97%啊！哇，今次加埋又有23蚊嘅 extra 筆回贈，下次又可以再買。